包他算了，他要认算了。看一下，但是我要报算了吧？他要找我是不是？一直找，是不是？他一直在找。他要分人，他到处要找，一般他要使劲往里面冲。他要走，他走了他就走。好，继续走。不用。这是心理。他随时教都是背后跳我只是正面跳，他是背面跳。你看，哎，用起来了吗？我也走一会儿了啊。
上枪，哎，不是这东西。那我们这方面就是老朋友。杨家主席的那个说了，头发中间总有几十了，个说了，几十了，个说了，几十了，我们杨家兄嘛个说了，那早点了扎西几十了，个说了，几十了，个说了，几十了。胖一点的，拿不完还没来。都是这样过来的。哦，拿不完来了，到这里他们是穿上我穿好漂亮。曲嘴来了。他们每个地方活动地穿的不一样。还有一个标准是要自己看票，就可以不存在，又参加比赛，又不像广播体操有标准。输了也爆了个花出来，今天花应该得淹没了。
不拉开，小学跟你们打扫，天气最这么落地了，扎了一把个子车路后，这边是黎明。永姐在闹钟。到一半就差不多了。带你东京在哪呢？扎了一把东京在哪呢？为什么根本在前走，根基在这么落地了？扎了一把个在车路口。就在第一个愚公园那边。那就不拿了嘛，不拿了，没事儿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没事没事没事。
他们晚上今天选很多，明天单独给一回嘛，单独选一回嘛，是吧？反正他们今天好多啊，对不对？今天好多。我过去了，保安没得打电话，他去吃饭了。没事，明天送，明天送。明天我们送好了嘛，然后要不来了比较晚，好忘了。明天单独睡也可以。罗吉、阿英还有龙宝，藏圈一箱的。丽丽，哎，是曲坠儿，是丽丽。拉毛，就单上用处。就说，新闻这么的咱来研究。
别好。好，走一圈儿。没有了，只有3分钟了。这儿已经有4朵花了，3朵、4朵。我建议你早点过来说一下。好，好像是拉姆这个娃。拉姆娃，有那个，我觉得是有历史的。好的，好。这是拉姆娃，你看。好，那个走嘛，在之前的。在这边，你走这边。在那个旁边前面，哪一个？旁边的哪一个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紫色穿紫色裙子，紫色裙子。这个好，你看看啊，这是后面红色那个嘛？深紫色把那个。黑衣服后面，苏拉后面。哦，对对，好。好。这个是拿挂的，是对兄弟。就那个，这样的话送早一点，因为太多了。
小儿，这是。这第二个啊，等一下，这个老贵。这个是给鸭片儿。这个是第二个，还有7、8个。丽丽来了。被拉住了。快分散了嘛，主要是快分散了。外行看热闹，外圈看热闹，在外面圈的也是跳的，也有这个跳人。就是永吉老师，永吉的啊，来，第一个，还有一个哈，这边是。嗨，这个呢？啊，后面是吧？啊，放那头写了名字的。你有啥呢？啊，你要送什么东西吗？没什么东西啊，就看下我老大，好久没看到了。在那边买玩具的都有。王七受伤都跑起来了。你受伤的坚持啊，来看一下就完了。还可以，没事的。就是慢慢走一下可以。啊，走一下可以，不用跳。哦，对，照片就过来。啊，这个是谁呢？罗桑老师。啊，罗桑了，这边。哪里？
等一下，他跳，等一下他跳。好，跳不来是谁？好，等一下嘛，等一下嘛。然后先过来的，这段等一下，快点，我家的，我等下是什么？好嘛，好嘛，好。他们拉过来，先我就直接下面就跳。那你先下一个吧。啊，我去饭没什么站嘛。好嘛，好嘛。他们那个哪一个来？石磨生老师？那个啊，南商这个就是，南商这个就是啊，我就是说。等一下他进去再说，好不好？他跳舞开始说嘛。你现在过去嘛，现在过去嘛，现在过去嘛。这说你了，对，这个那个韩国网友说的。他打了一个送了，要么我看这个明天送吧，明天送好了。弟弟，过来。这边来了，玲玲，虚拟的玲玲服装，后面那个是小七。这个送5斤的。还有没有猜了？好，没事儿，你后面还有几个？现在有几个？这儿送5个吧。我都没清，好像20个，那就5个。还有5个。好，这儿过来。好。东西掉了。丽丽小七5斤，刚刚没拍到他。那个10天回来，这个全之前10天后。对，不够快，时间太短了。人太多，不知道拍什么，每个都想拍。
小老虎，小老虎的3个就是那个。好随便说，可以。那你给我讲哪个是哪个当时买的？走吧，跟我来。好像外头走3个了，外头。3个大的嘛。哎，还有个小，还有个女老师。好好。这边。就第一个嘛，第一个。就他们3个是不是？好，随便谁。好，那就是第一个，第一个啊。这个是800块钱。还有2个。这手机几千块钱一个，有点重。这花太大了，他看不到路。800多。太大了，放在旁边。这个好像。说最大的5加墨那一种，就是5加墨那一种，还大一点点。我刚才说加大一点，难的不存在回报的动物。那个发泥啊，他说比以前那个800块钱发泥还大一些。我说我怎么知道跟我说的大小？他说发泥的大小嘛，重量很重。这个收好的啊，那边管理。这边。就是他们3个。秋季这个就第3个。还有一个是拥挤的，还有一个拥挤是2个，一个是泰国网友经理说，还有一个是泰国韩国的经理说，一个是泰国的有名。小小的人也来了，大的考验里面小小的人也来了，小小的扛着手里大大的追赶。这个是宋文他们的来访的都要吃。搞哈达搞忘了，不是我搞忘了，他们没拿过来。
讲我拿没拿，明天送，明天送，不一样。王七是送了，送了2次。教育来了。拥挤的，就是这样吧。这边，等一下嘛，等一下他送这个吧。可以还送嘛，好吧？还要送好的。好，你们，来。我来。不要往前走，不要往前走啊！我把那边乱一下。我举过来。别骑了，别骑了，骑啥？不要往前走，不要往前走，往那边快，快！别骑了，别骑了，听不到人话吗？好的，好的。他们老生来，这个是豆腐吗？那你们好好跳，看你们的表演。好了，退了，退了。还拥挤的发，这边还有。大家先退一下，不要站中间。卖花了，卖花了。快点！我抱一下可以吗？大家退一下，中间不要站。我今儿下面有点湿。开始往外走。好了，退一下，马上开始跳了，退一下。来，不跳舞的往外走，不跳舞的往外走，谢谢大家啊！跳舞。这儿还有拥挤的，还有一个没送，那边再等着点，等着点。拥挤2个，一个泰国一个。好了，可以出去了，可以出去了。有
这个是十全和。对的，这个的话嘛是新的，有个比较久了。这个也开始。圆圈了，回圆圈了，大家谢谢。啊！早就说了，我不晓得。没去。有圆圈的，你们出去吧。你想那个？出去吧，出去吧啊！有圆圈了，我以为。他刚才那些都是绵阳的，是吧？西宁的。在哪儿嘛？早就完了。我试过。有西宁的。西宁的。还有绵阳的。青海的。我晓得是青海的。还有14个人。今天青阳我也来了2个人。青海我也来几个，就是他们。西宁的嘛？不是的哦。他们写了的嘛？他是不是一起啊？不晓得。你报个他吧。每天晚上看我们还有那个老婆不是叫做。他报嘛，报吧。经常看小视频，先跳舞吧。也好，最喜欢这个脖子。绵阳那个，刚才那个。他来了14个人。绵阳那个跳云石那个。啊，就像你说的。是。以前有个黄洋洋的，是他们团队。就是他们的啊。哦。黄洋洋那个老师跳得很夸张。来过的，来2口子吧，他们2口子。他们的位置持续，杨晓得帮他们打气。叫了起来了，叫了起来了，跟着他们跳，跟着他们跳。老师。
影响也甜，你不要轻动啊，慢点。再往后退，谢谢你们。大家退一点，谢谢。退一点，退一点啊！退一点。就是人太多了，全部围到前面来了。退吧，退吧，哎呀！来，我帮忙。这个都可以吧？他们在这儿做生意。这就第一个，这第一个，这第一个。对对，我看开始好热哦，还一直在忙。现在可以说，现在说。数码也可以，啊，你都反正都可以，反正可以把头上，反正他那个数码，两个，这上面写的有那个，应该是那个韩国那个。
来了，老胡这边看到人了。真事儿来了，看没有？真事儿，要真。看嘛，这个是斗鸡，第一个是有阿银，第二个是斗鸡，他们是一家人。他嫂子。谁打电话呀？喂，打错了吗？喂。你看没有一个手机。讲我的表演，讲我的表演，讲你这个表。没有，上班的肯定没有，他可能上班也不带东西。
这个2个，真是儿。好乖 Hello 呀！你也想抱吗？他也想抱。你要抱吗？你今天不跳吗？他也想跳舞。他刚刚他跳了。乖乖。哎呀，好水不？好水不？你每天这样抱着他累不累？不累，6斤多嘛。他不会下来吗？我一般不会，只要抱到他就背下来。真的呀？他都习惯了几个月了嘛，就7个月了。抱一抱。他可以抱，但是他要抱，你可能是任何人都可以抱，但耍久了之后他就要认识，他要分。乖呀！然后在直播间看的人更受益些。多鸡里面拿一。这个是前面穿的衣服的是时间课。这选什么音乐吗？对，那个是他的园儿。第3个，那个就是国际增长那个西港国庄跳起来，跳起来。前面
战地也走了，然后这个也走了，你们就看不到了。这个还有一个城市，他介绍他是记者，他不叫不是主持人，他叫记者，职业是记者。还练啥那个？哎呀，好的。还有黄色。人太多了。人太多的票踢哪个？每个都想不起来。啊？人太多的票踢哪个？嗯。我的牌又跑出笼了，他又跳不来。对啊。这里跑去陪他呀，他也跳不来，刚好遇到起，这是也很麻烦。阿吉，阿吉。9点半了。9点半了。这里实际上我觉得不对，好像还没跳，你们还没那个结束。危险的，西领导过来。团队的过来，一起合个影。直接拍照。团队的暂时先别走。好。我们两个都可以。这个位置最好。以前那个有那个布很会被拉。他们应该拍个照。哎。关注我们关注我们的丽丽。跳在后面跳不上去，太多人了嘛，跳不上去，跳不起来，这两个走了，对，那个绝对比你在第6个7点黑，现在我看到丽丽呢？跳了两，丽丽他们哪里去了？我在哪里？你帮我拿过去，我拿不动，给你干嘛？咋了？就走起来。你给收起来。你给收起来。去那边找啊，去那边找吧。家人们。快一点，远一点，6个几就行了。哎，6个几就行了。反对的男生，来，过来，推一点，推一点，再推一点。哎，对。我们快拍了，大家就收东西。拍完了。对，先去推一拍吧。别进来干嘛？放那些摆在前面嘛，哎，那个摆在前面就特别好看。这个房子好看。特别好，真的。这个有规矩，知道吗？山东规矩你不懂，你知道不？开心，你搞人家都是中华外国人啊。真的，有规矩，真的。多少？做不完，太多了，人太多了。人家外国人太多了。
站起来，我们就全部输完。来，那边不该这样子，就是那边。王总哥。别取消！别取消！别取消！这个。老师，你取消怎么搞？队长，你从中间过去嘛，从中间嘛。乱上队长了，乱上队长了。哪个？这边看。来，看前边哈，看前边，看前边，看前边。不要看别人嘛，拿错看这边嘛。看前边，对，看前边。再扫一遍，看上面，看过来。来，1、2、3，向下。不是看哪里啊？这里。看那个滑栏，看过来。好。哇，越来越美。再来。云峰。队长站起来，路上站好了，对，可以了。下。路上看到这边，路上。下一个，好。吉祥如意，抓紧的嘞！好，散了，不要差点，不要差点，对。好，不要差点，往上走，这边走。哎，踩了！谢谢你，宝宝，直接的宝宝直接了啊！直接宝宝直接了啊！好，这边都发动起来看，出来过来。有点偏，我来给你。哎呀，时间还是很短的，1个小时。他们才来这里，欢迎到大理。也开始准备了。阿姨。今年他们好久走啊，明年就走。哎，就是为了过来玩一下就多留了一天。就是爱好嘛，都是爱好交流。因为大家时间也有限，他们回去还有时间。就是来了几天了吧？哈，来了几天了吧？4、5天了。4、5天了，开张算好了，过来。在张江一下，哎，肯定要去嘛。四川就这2个地方，必须要去的。张江一下，景外中心，哎。走。别人最看的都看到你那个小狗，都在问那个带小狗的谁是谁？你没用啊，不好意思。这个鲜花成堆啊！刚才叫那个什么，开个店在境外呗。小南风传统，不能说看团伙啊。那有时间说到这里去。
啊，好了干，有时候不好看的删掉，不好看的可以删掉。在哪里？啊，怎么拿回家的？他老师应该是打的回去，他应该那个秋季帮他拿一下，把它都很近拿下去。，都没多远。永吉老师远一点嘛。有2个老2个都没练，嗯。 2个，一个泰国，一个韩国。他还有彩灯啦！这老师合影的特别多，还没合影完啊。穿一个我爱服装，好，飞机过来，飞机全来。我也要吃。我要走了。谢谢啊，谢谢美女啊。因为这边是他，也不知道。我要吃巧克力。酒的那个酒心的那个。你吃一个嘛？绝对是酒心的那个。如果你们要开车的话，千万不要吃这个，真的，我是尝了，你们完蛋了。查不到的都。没车子的话吃的，有车子的话真不要吃。彩灯呢？我彩灯呢？请自行车算不算酒驾？算。骑电瓶车算不算酒驾？正确。真的，这个是酒心巧克力，要开车的话千万不要吃这个。好嘞。他们礼物好多了吧？就全部是花噻。来，谁的花可以拿一拿？好那个，来零食嘛。花都没拿。不拿的话我拿了。你们不拿花花我拿了。这么多花。那个吴经理打那个嘛。你可以了。来吃糖。不要，你这一句问。这个。哎呀，谢谢谢谢。那你要刚刚吃的一个。来吃糖。来。这西的。我的糖那个爷爷给的，吃糖。拿了。过来。我觉得今天都比国庆期间还热闹。啊，今天热了的嘛。啊。今天观众突破500了，这要最多的了嘛？以前最多高了。我都9点钟才过来就看到乱成一锅。我本来想嘛，你过来给我这个的，我直接本来哈达，五角馍没拿过来，搞忘了。我今天跑到那个空港花田去耍了，然后我直接过来就9点钟了，到那儿就9点了。我不在想要不要来，想还是过来看。我想你过来，你帮我试可以啊。回去吃送那个送花的，知道吗？帮你赊可以，我送花就不要。那边那儿，这几元？好了，买点4000块钱的嘛。都是海外，还是海外国家。兄弟们，煎饼，3个吗？退一点，你退一点。原来我看到都是说小贩嘛，所以你看我这儿。他的没连着没事。这个是台湾的那个。台湾的啥子？台湾的是3个。走吧，盒子。 3只小了，他们一人一个，还有5斤的。有5斤的。这个是哪写的这个字？那打印出来。这不嘛打印的，我还以为是毛笔写的。没打印，有点像手写的，有点像手写。我还以为是手写的。我没打电话呀，我打电话的。出生那边。我今天我那晓得呢，哎，我们马上回家了。今天拿回家了。也是韩国的啊。有点重吗？怎么说？重的很。这是跟我家馍那个一样的，800块钱。谢谢。手机票是走了，我走了。抱回去了。这个不仅是韩国送的。韩国人送的吗？嗯，对。真的好贵哦。他跟枪巴大叔送的。啊？他跟枪巴大叔送2次。超一晚上会怎么样？不对。明天来吗？明天来吗？明天来吗？看一下啊，韩国人视频上还漂亮。这上面有大字的东西。Hello。
这个灯光，拿错。点一下点屏幕，不是你点屏幕，你不要说话，我都给你点了，这都108张了。《水浒传》的里边从宋江拍到7世纪，宋谦都给拍出来。西安的这个。刚才瞧的吉祥名。啊，他们已经往青树上了个票了。哪个？今天我来真是。一张吗？啊，一张。俺能那么多项？就这就最好。挺好的啊。还很不错，哇，每个人都有收获，今天。对啊，基本上有10个人。年轻人也很，没有。工作也在传播嘛。有9个人嘛，9个人。我虽然时间上班都在。知道你在山上。你去过？哦，你我跟你说过，看过了。他们过来了，这个300我觉得不是那天到800哦，你没说，因为最多。就那个最大的。最大是800，3个。因为夏天太热了。大小不一样嘛，花都不一样。哦，对对，每年夏天回去得可以这样。粉色的也是300，永记的300，还有是有银石，还有这个粉色的是300，这个呢？是永记的，这个呢？这个800的，300。这个300就差不多，多大的？不一样，大小不一样，重量不一样。这个大的。这个啊？数量是不是要多些嘛？数量还有重量都有。明显的要粗些，小一点。而且花感觉要种类要多些。主要它那个香水百合。我都不晓得哈，反正我说你按8以前那个800块钱。百合的味道，我觉得最好闻，我最有些人就喜欢。我不喜欢。这我就没有分开名字，我就反正他送3个人就挨到一起，没有单独写名字，反正都一样的。那这么快？注意安全啊！你这个。对啊，就是注意你前面看不到。这个还是对。灯子呀，灯子炸西，秋季3个。灯子秋季炸西3个。这个那个呢？那个是800的。我记得是蓝色的。我的东西没。那个呢？那个呢？这个绿色的呢？都是300的。800的。有一个一百的是给那个小崔送的，小崔是订了100的，就警察那个协警。啊，送给他。送给另外一个，我不晓得他送哪个，是雍正买送的，你不晓得？我不知道。今天雍正没来吗？哎呀，好多呀！这个是10几送的吧？啊，那就3个嘛。哎呀，我也想要。全是永记的哦。3个，我就3个。他就买那个。永记老师，你今天开一个花店吧？晓得。永记老师几个还要？3个嘛。他的就3个。粉色那个。粉色的晓得，好像也是300块钱，也是300块钱。喂。啊。哪个嘛？哪个？不接就不接嘛，有啥子嘛？哎呀，真的，那么大人了。对啊，等好久，你坐吧那边哦，好久。他大，这10年，老是搞我辣了很。明年说嘛，明年说。那个小小的那个是哪？就是那个最小的。最小的不晓得，不知道。100的是，就这个最小的呀。这个啦。50的100的比较大的。他可以去当那个嘛是这个。这个不知道10岁了。对。哦，那个是他俩送的，他送永记的。哪个？对，6个。就是这个小崔送的。2个小的。小崔送的。哎，这个。就那个。一定的。来开一个卡车过来，帮永记老师拉花。邓主的生日啦，我都想订花的，我就没。来喊你帮我订。永记老师，你需要车吗？别的，我觉得这样很好啊。下次你就帮我订个这个就行。假如我要送的话，就是那个嘛，可以，因为他毕竟我那买了那么多了，他跟我说不能加大点儿，你知道吗？买了那么多，起码14000。不是我的意思是，
下次我是花的，就是这个一百那种，我觉得好适合。可以啊，这个大小的都来。那边是拍照片。杭州，走不走？你坐那边。你坐那边。不去了，不去了，没有意思。要每天都要说话，好难呀。哦，有00嘛？啊，你这个是第几号？不去了，我这儿可以去了。西宁6个，西宁那个交球会，这我也回去，娃娃我也早回去，结果只有2个人。我老刘去安来耍球，他坐飞机去耍球，他说他爸他姐他们去看车来了没有哥？去耍球，开车过来拉噻，他们自己开车过来拉，不好拉，他车子开到旁边你可以拉呀，可以啊。是不是？那哦，那个100的，我的意思问清楚100的好大条子。万一我要那个的话，我就你帮我定。就上次呢，那个过生日呢，当时我当时没想到脑壳短路，你帮我订了花嘞，就定的。下次晓得了噻，现在不晓得噻，现在不知道嘛。花也行嘛，哈。你不要钱，不要钱的我给他找，我有吃呀。大家去说一下嘛，大家先说一下。刘杰老师，结果那个啥都没有，本来是没有打算去，结果嘛啥都没准备，就只准备。嘿嘿，等会。我开个车。哎，这娃娃在屋里面，我早点回去。他打电话没接在屋里面，晓得干啥子？打电话。他打2个他们没接的嘛，我没打，我老弟打的。他以前报超音啥子？那么大人还需要打电话吗？那么大人还需要打电话？我本来不觉得那个确实外扬那种。哎呀，我回去走了噻，他开车过来嘛。正向影响了嘛？啊。我们开始走了。啊。阿姨，我觉得多漂亮。他们一家人的嘛。你想他们哪走了吗？这就是他嫂子的吧？这就是阿姨的嫂子。哪个？我只晓得阿姨。反正没家人的。我晓得。这集就是有点笑哈，就说的多好的也是。那天我也说的不是，那天我也说。但是这集是哪个？可能我看到了。其实抖音都有搜出来了，这集金川，他跟他永吉做永吉，他们都是金川的。可能他好远，他都不远。金川的阿英不晓得，他有时候看他们是家，都是很近。那胖子又啥了？开车送他的花回去，让你顺就回楼下了。晓得陈明是。说话的嘛，他们自己报了，我也不得报。什么叫啥子胖子？那个有个更稀秋，更啥子咋跟秋夕那个？咋跟秋夕？哦。他也戴个帽子，也是有其他帽子。那边有点像。都有帽子嘛，那想他们想说帽子。我不叫蒙，我说没必要。今年只戴几天。也不一定，这儿从现在。走吧。也不愿意戴，也不喜欢戴嘛。但是你戴的这个好少啊。那样式的你不晓得打的，你也不喜欢它嘛？是吧？还有帽子很贵，他们拍完价都是400、500，卖都要卖7、800、600。瞧瞧。湖边儿刚才给那个女的。哦，就青阳宫嘛，青阳宫也有各种队嘛。那今天晚上青阳宫也有各种队。啊，就说看他们小王叔叔发的嘛。对。这个你看嘛，这是不是西宁的哦？青海。也是青海的，说的西宁各种队的嘛。我刚才看了哈，我就走了。青海嘛，只有西宁最有名噻。00哦，是不是？那00到这儿了。嘛那就是其他人到了青阳宫。那00他们团队只有几个人呐？哎，那到青阳宫了，也说的是今天晚上西宁各种队的要来。
那就是哪个来的？我就不晓得。哪个打电话？喂。阿三拿一个。喂，阿仔。没有来看你没。没有，这回走。走了。买了。走了。啊，就这样啊，还要噻。40嘛，看你打算40嘛。啊。剪头发呀？还有要剪头发呢？哦，好，就这样。这是车站的吧？他老婆的光打的，剪个头发都要行。我娃娃们剪头发，他又打电话了，好烦哦！就他打电话。30嘛，又打啥子电话？你又打啥电话？他自己不晓得我，好就这样，我要说起。要啥子量？起了直接拿走就是了，给你讲用就去。就这样，哪个讲究？装错了，洗了之后嘛，他妈敞开点等拿走就哪样子走？这个好的做嘛？我好的实在不行，我带上。好，就这样，还要教那个老板以前。他自己弄，他自己不晓得弄噻，他自己弄。哪个么讲究他哟？来。唉，好烦了，养娃娃，我真的最好是不要养娃娃，不要结婚是最好的，真的最烦了，是吧？自己都不好养，还养娃娃，真的。哪个呢？这我拿不到，拿不到。不要去结婚了。我的耍朋友就耍朋友，结婚不要生娃娃。生娃娃是最麻烦的，要带以后很麻烦的。主要是不结婚不这证。自己个个自己多修。烦人真的。我娃那个老妞儿对娃娃太那个娇生惯养了。哎，准备回去开车回去了。